拉字语言030，鸟鼠仔报恩情，石虎咧困中斗。一只鸟鼠仔无张弛，花着伊的鼻仔，石虎雄雄精神，气噗噗，就要甲鸟鼠仔拆食落腹。鸟鼠仔哀求放伊活命，有机会我定着会报答你的恩情。石虎，声讲，你才一屁仔囝尔，做点心嘛无答无煞，走啦！有一天，石虎去互拍蜡的白点一丛树头，喊救命的声音，互鸟鼠仔听着，就赶紧走来甲锁仔夹断，放石虎逃命。顺续甲石虎开洗，事当时你笑我一屁仔囝，想袂到一屁仔囝嘛是会当救你活命。胃毋通看猫的无点，树仔机会惊倒人，树仔机嘛会救人。